乡亲啊，国内上有人气的旅游的景点，名厝大洗牌。即摆排伫个头前的，已经毋是101大楼，毋是国父纪念馆。根据着观光局的统计，今年顶半年上侪人去的即个佚佗的景点，第一名是台中的后里马场，第二名是云林北港的吊电宫。 台北101大楼是足侪国外游客会来参观的景点，但是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，顶半年减少88.9万人次。今年上红的地点是台中后里马场，受到台湾灯会加持，顶半年有532万人次参观。第二名是北港朝天宫，500.8万人次。第三名南口三井奥莱，第四名台中东风甲后丰铁马道，第5名是苗栗的西头山，过来是富公山、内埔乐园、台中草悟道、松山文创园区、台南南昆新大天府。过去较热门的国父纪念馆、中历史，拢无20名以内。观光局认为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国外旅客较少，国内旅客除了拜拜买物件，大部分拢是选较开放的景点。远远看过去，白色色，这是韭菜花，通常拢是开花了就起用板掉啊。足少看到这种情形，但是中华田尾有一个人放弃2期的修行，伊讲要甲几片的花园送互因某。求婚的一个场景。 白茫茫的美景，毋那是遐尔，离古菜园无偌远的所在，有人种白色的蒲蓉草，佮甲加变成是圆滚滚的模样，真古锥，敢若亲像是去互洗砍的共款。当地农会按说是讲，甲这几啊景点4个位啊的花园拢甲串联起来，推出一个真水的风景点的路线，互台湾人拢看会到。